接下来，我带大家去嘉义竹家乡和个太林镇认识一群客家乡亲。竹家乡嘅鹿蛮社区，居民一般国家系客人，不过2年本人同化为，亦能变作为好老客。鹿蛮上早亚内产业具有发展咯，是喺嘉义重要嘅产地。阿里山铁路也对也过，有鹿蛮车站。虽然人家已经无停靠位，不过所谓做嘅车站具有味道，具上瘾。鹿蛮社区嘅客家乡亲，更加佢希望屯丰富嘅文化资产重新包装，希望屯也转换做观光资源，为家乡带来旅游嘅新风貌。为太田强有的人类田，农民真无限囤产出来多出来的野味杂货，我本养分流体主要的人类野行。作家鹿蛮社区早期人类归生，係嘉義重要的人类出生地。大约200-300家，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辅导区，就是表示我们这边种园比较集中。在我们社区里面呢，如果一般有农地的人呢，差不多有占7-8成。农把人类归生的世界，人农千名股种人，没千名股买地。民国50-60年的时候哈，种一甲地的这个烟叶呢，它的收成如果平均它所缴出的那个等级约3等，差不多1斤台币14-15块的时候呢，就可以买1分地的农地。古谈论时空变化，韩國2002年台灣加入 WTO， 人類天天嚟沒落嘅，一下睇鹿蠻種2甲人嘅人田已經算係大歡迎價位，奇妙種就係其中之一。一種人類為50年，講起人類講就講唔曬。種的時候要趕工，一天要種多少要趕種下去。如果你比較晚種哈。烟叶成长就比较慢，我们的烟叶都国历的10月初来种最好。超过10月双十节过，就让寒流来就不会长大，较慢啦，大较袂起来。對日本書嘅超發展到今年人類產業，睇鹿蠻留下前度嘅人流，冇差嘅係，但是就落落確確冇就改變呢。今日年頭鹿蠻客家文化人流上好勢，佢代表嘅改導人類嘅製作流程，表現人類文化嘅歷史記憶。這個大板寮呢，就是在民國37-38年的時候，從日本他們那個大阪的地方引進的模式哈。所以它是建造專門來烤煙葉的這種那個。國小生年內來人流參觀，社區總幹事該詳細嘅設計菜體是改善嘅人類生涯。那把那個煙葉的水分排掉以後，我們就慢慢把它乾燥以後，就像你們後面看到這個煙葉後面這個就是乾燥以後的煙葉。大概要。生年內談到獻出還有人玩些都下種人類是做過。我小時候8歲多，我家有種煙葉，我有幫忙夾過。我夾煙葉的時候手會黑的黏黏的，裡面就覺得那個做煙葉就覺得很特別，尤其是在挑葉的時候，感覺很有趣。鹿蠻社區也嘅係農村，一般客家係客人，雖然語言本好多人同化係嘅，不過總係都服侍客家屬府城嘅三山區王廟，還係香火歸旺。本地方那個姓許的人家哈，從那個廣東潮州搬遷來台灣的時候啊，遷台的時候哈，就是那時候把它奉請過來的哈，到現在已經有250多年的歷史哈。有客家人的地方就有三山國王廟，因為這個三山國王哈，就是都是客家人在崇拜。我祖先是客家，後代都不會講。那為什麼我們這邊後代都不會講啊？後代都現在講閩南語
习惯了，然后不会讲客家话。应该有分成2个梯次，第一个梯次差不多在清朝末年哈，那个时候有第一个梯次他们有过来，那最后呢，听说阿里山铁路那个重建的时候呢，整建的时候呢，也有一批那个工人过来。龙曼茶站是阿里山县铁轨路的其中一站。龙摆西火车是作家乡人对外重要的交通工具。里面公路交通紧发展，铁路紧没落，西火车没冇喺龙曼茶站停呢，茶站还是面临本拆客的命运。车站不停靠就是73年以后，73、4年，大概那些年啊都没有乘客了嘛，都被阿里山公路开通以后，那乘客都坐游览车上山去了哈，这就没有再停靠了，没有再停靠，尤其这个车站呢已经破烂不堪了啊，到民国90年就把它原貌复建。照本单用的账号的龙曼茶站，保留所谓初的建筑形式，各有老市面。韩国顺后的龙曼客家文化颜料，丰富的文化资产，向外地游客来拜访。所有阮以前日本时代甲进一步，阮这生活上拢种分，种分阮这了就是烟路，这烟路的部分，我即摆我也都设计讲，这烟路，伊的特色伫对来，来源甲做一个小图包，来甲咱遮咱有迄物件，好互看，好互买。把那个产业跟文化，重新再包装，重新再建立，经过加工产业包装以后，让它的新的那个形象延续下去这样。龙曼客家文化颜料保存当地的人类文化历史，所谓初的龙曼茶站，日本是风情改相近，虽然等都无为本单的功能，不过社区居民还是希望可能一等丰富的历史文化，推而转变做观光资本，为龙曼村带来新风貌。